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二本猫，你本猫，我是吉他手王伟，吉他手王比，我是鼓手潘维，鼓手潘比，黑主冲阿 Q， 我是主唱阿乔。我们最早开始创作是2015年，对2015年，我们说写了真正的自由式，有黑吃有黑，对，然后那时候是为了要投稿一个比赛。然后蛮特别的，我那时候也不知道是客家的比赛，对，是哦，直到来练团的时候才知道，原来要唱客家歌，好像是这样，蛮好玩的。我觉得用母语来唱自己的创作这件事情就是很酷，对。然后虽然我自己不会讲，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创作这些歌曲啊，也能够让那些讲母语的人听得懂、有共鸣的话，就很棒。然后我小时候没有机会学客语，是因为我爸说，我那时候3年级的时候第一次跟他学客语，我主动跟他说合唱团要唱那个《天崩落水》，那我爸就是整个曲子念了一遍之后，他就说就这样啊，可是我还是不会念，请他再多教我几次，他就很生气的说这个学校不会考。对，所以我心中就是埋下了种子，觉得说，学校不会考客家话，不用学这样。那这个久了之后，因为我爸爸他跟他的兄弟姐妹住台北，一直他们都是客家话对话的，就是吃饭干嘛讲电话，我就会觉得那个距离感是越来越远的。我觉得这个是难免的，就是他们自成一格。对，那很难得是说那时候2015年想说为了要报这个比赛，我就问我爸，其实是先问他说你有没有兴趣教我，那突然心情很好就说好，那他就非常非常有耐心，真的是一个字一个字教我。对，所以我时常都在想说，如果我没有这么巧合的就是学了客语，好像跟爸爸的距离永远就是在一个好像天与地的关系，就是好像没有共同的话题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客语是家里的一个共同非常好的一个话题，然后就很符合我爸常常说人应该要学到老活到老的那种感觉。我觉得音乐诚实是最重要的，对，所以如果我们的主唱雨乔他刚好客家话是他的母语，那他用这样子的话去表达他想说的是能够最诚实的、最真心的，那我觉得这样呈现出来的音乐才会是最真最好的。对，我们的信念是我们要持续创作啊，这是我们就是生活的能量，然后要把母语这件事情带到国际，让更多人听到。在这几年好像有得到蛮多奖项的，这些都是我们的养分，是动力吗？一路走来，如果有这些肯定，觉得就会让我们更有活力继续创作下去。也让我觉得，小时候我会很怕人家知道我是客家人，因为都会说，哎，你很小气，对，其实就会觉得，我做了母语的音乐，那我可以用母语得到奖项，每次都懂功用。我们是二本猫，我的母语台湾的歌流行音乐会在12月28号台北车站，欢迎大家来听我们的创作，赶快来哦，赶快来，耶！